我这波神操作呀，就是要让你们4个人紧密团结在一起，让你们明白，你们只有协作配合，才能走出困境。啊，老话说得好，患难见真情啊！不经历风雨，怎么去见彩虹呢？对吧？你们4个现在自己说说，是不是觉得你们之间相互的感情比原来更加紧密了，更加舍不得离不开对方了，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呀？有吗？有吗？确实有那么一点儿。开窍了。你这也太勉强了吧！我也知道你们大家都很担心我的安危啊。周瑜为了去找我，还差点出意外，这个心领了啊。心灵怎么行？实际行动有没有？实际行动以后会有的啊。好了，你们都抱怨完你们了，是不是也该让我抱怨抱怨了啊？你有什么好抱怨的？这次为了达到训练你们的目的，同时又保证你们的安全，我可是一路跟着你们的。你们走我也走，你们翻山越岭我也翻山越岭。你们累了休息睡觉，我不能休息睡觉啊，我还得盯着你们，看着你们，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到最后，我还得在这儿给你们支上桌子，熬上鱼汤面。你说你们几个臭小子就不知道关心我一句，体贴我一句吗？啊！行行，您累。你来，我给你盛面，来吃饭。我也开吃了。孺子可教。哇，鱼汤啊！哇，姚教练，光，光，你怎么帮我们洗地方？没想到啊，真帮我们洗衣服啊！这就是我答应你们的实际行动啊！实际行动。犒劳你们，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我们来。我们来。过后啊，我绝对不偷懒了，你说啥就是啥。就你小子嘴巴跟抹了蜂蜜一样这么甜。我给你按啊。好，有点眼力劲儿啊。来，景天，把衣服晾了。啊，好嘞。哎，郝迪，几天的小岛野外生存经历，让我们学会了团结一致，珍惜彼此。我们也更加依恋体校这个大大的梦想温床了。光光的苦心安排和难忘的团队协作精神，让我兴奋地感觉到，我们以后、将来，一定会打出更漂亮的仗。哇，终于回来了！哎呀，还是家里舒服。我看你在哪儿都舒服。对啊，你们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真恶心。嘿，哎，看看手机吧。校长，
这次外出集训拉练，从成果上说，对于他们运动员的帮助非常大，大大提升。我倒想知道，爬山越野对他们的游泳水平提高有什么帮助？更坚定了，更团结了。那对力量和速度呢？哎呀，你们俩别掰扯了。这力量、速度和团结坚定，这不都是为了队员好吗？有什么好掰扯的呢？郝迪，你的立场有问题啊！我的立场一直是站在你们两个人中间的，非常坚定。行了行了，不要多说了。我想知道你们下一步的训练计划是什么？校长，是这样的啊，我觉得在接力赛这个项目上，无论是从经验还是执行力来说，老谷都要强过我。那所以呢？所以，我提议，我们接力队主教练的一职，应该由老谷来担任。高风亮节呀，这出去一趟，这境界都提高了。不需要，他让不让是他的事儿，接不接受是我的事儿。哎，老谷，我这可不是让贤啊，我是真心服你、夸你。你看这人怎么少来这套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好像你们俩就能决定这事儿似的。领导，听您的意见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呀。那从现在开始，这个接力队的主教练由古罗来担任。我们不同意，不同意。你们这几个人，哎，我说你们几个人反对什么呀？什么都不知道，别。反对什么？不同意换教练。对，不同意换教练。同意换教练。换不换教练是你们说了算的，这是领导的决定，是组织的安排。那领导也要尊重运动员的意见吧？我们要向领导申诉。对，可以，给你们申诉的机会。我们校长也不是那么武断的人嘛，啊，那一会儿好好跟校长说，是吧？啊，走。你等会儿，二位教练是不是回避一下？啊，你也回避一下啊。说吧，想说是什么？啊？爸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哎，冰冰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刚才到门口来说什么不同意啊？他们不是说要开除你吗？老谷，你看，你看，又差点亲手制造一起冤案。自找的。我怎么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？思想高度不一样。来，对，冰冰，问你爹，慢慢的就知道了。加油！教练，我们支持你。哎，光光，相信我们，一定会赢。关心则乱，没听清校长后面讲的，还需要报请校党委会讨论通过，我们就急着闯了进去，以至于导致了一个大乌龙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这是？人缘不错呀你。孩子们为了你跟校长打了个赌，如果他们达不到校长说的这个成绩，不仅你做不了主教练了，他们也要受到惩罚。我倒真想知道一下这次野外拉练的成果。走，看看去。你爸是不是跟你说什么？知道啊，激将法。聪明啊！经过这次荒岛生存的极限挑战，我们几个人的默契度大大提升了。测试成绩下来，接力赛的成绩比之前提高了不少。光光苦心研究的特殊小岛训练计划，虽然步步惊心、刺激，但成效斐然。
队，好队，好队，怎么了？好队。不是，你们突然就走了，校长呢？校长有一个紧急会议，先走一步。不是紧急会议，那紧急会议能有我们紧急吗？对呀，那这太不负责了呀！你跟校长不会是拿我们开玩笑吧？我觉得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真不对。哎，我跟好队说话呢，啊，一点规矩没有。别着急，让好队慢慢给你们解释解释。你们是想造反呢？啊，什么态度？啊，刚才谁跟我说的开玩笑的事儿？谁说的？我开玩笑是吧？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校长跟你们打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开玩笑。玩笑？啊啥啊呀啊！让你们梁教练跟你解释吧，都冲我来了。你瞧你们一个个猴急成什么样了，一点都沉不住气。好吧，那我来告诉你们啊，校方决定由古教练担任泳队接力队主教练一职。我还是泳队主教练，压根儿就没说要让我走啊！你们着什么急呀？真是。不是，光光，你这也太过分了，骗我们到现在，实在就是啊。领导在这儿呢，我很无辜的。领导，来，你来解释一下，你来解释一下。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一次的这个考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从你们的成果可以看出来，梁教练这次的拉练是很有成果的。这应该你们高兴，对不对？啊，看你们梁教练美的。哎呀，我很谦虚谨慎的。啊，臭小子吧，对我担任接力队主教练是不是不满意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哪敢啊？真没关系。老梁，我怀疑你不是去野营拉练去了，你是去培养感情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？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啊，这个你勉强不了。过来，接着授课。好了，言归正传啊，我来做个总结吧。经过这一个阶段的训练，大家在体能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，而且大家的配合默契度也有了很大提高，这个是值得庆祝的。之所以校方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是因为古教练呢，在技术细节和掌握比赛节奏上，的确是很擅长的，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佩服的。校方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也是对你们比赛成绩是有帮助的。而且，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，做哪个职位不重要，荣誉是我们大家的，共同的，对吧？对。那梁教练你说完了，那我也说两句。哎呀，你看，我都总结完了，你又来总结，你是领导，总结吧。是不是？那既然我们这么拼命，我们也这么努力，这梁教练这事儿就不能这么草草了了。梁教练，你得有所表示。同意，这个好，赞成。要不给你补个茶？不，请我们吃饭。哎，好主意！又该我请啊？什么又要你请啊？你什么时候请过呀？我没请过吗？你没请过，你都是蹭的。不要总说实话。今天我请客，大家到门口粥店，一人粥管饱。不行，粥店不行。哎，你们想吃啥？海鲜大餐，是吧？海鲜。你们想让我破产呐？我走啊！走。冰冰，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？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？你要出国吗？不是，你是我们英语老师啊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你们原来那位老师要回来了，所以我的代课任务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而且接下来我有场比赛，得开始训练了。那你是在国内训练还是在国外训练？在国内啊。那空的时候会经常回来看我们吧？这个嘛，得看情况喽。别看情况呀，你爸不是在这儿吗？还有呢？还有，冰冰，你要的咖啡，谢了。你之后就不去体校了吗？虽然之前给他们上课还挺有意思的，但我这不是要备战马术比赛了吗？你也真够忙的。哎，给你看个好东西，这不是我拍的吗？你拍的？仔细看看，点赞可过100万了。100万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之前就随手一拍的，居然这么多人看。早知道好好给他们拍一条。我倒是挺担心高峰的，他这人有点敏感。这样的事儿会不会影响他的心态啊？你放心，高峰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高峰了。要这点小场面都应付不了，他还怎么去争冠军啊？有道理。哎，那个冠军赛你去吗？周末吗？你去吗？我训练实在太紧张了。那这也太遗憾了。不过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。哎，那个兄弟们加一个吧，加一个吧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一个。周瑜，高峰！哎，冰冰姐刚才跟我说她要回家了，周瑜这真的吗？她有车先走了。哦，可惜啊，体校又少了一位美女。吃你的面包。哦，又来了。哎呀，这操场拍就算了，这食堂也拍，是要展示什么校园冰山一角吗？我真服了。他们好像特地拍的就是我们。那不废话，但是能别开闪光灯吗？行了，吃你的饭。我眼睛视力都给我闪不好了。什么时候拍的？看样子是我们刚上岛那几天。对。你看，只是一个小岛的视频，点赞量就过了100万，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很有吸引力啊？怎么，你还想上荒岛啊？哎呀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个视频能删吗？啊？那没必要删啊！你看把我拍的多帅，没必要。删，必须删！什么玩意儿啊这是？要联系这个发布的人，然后让他删除。我现在就删。他们4个拉练的视频上热搜了。哟，
都上热搜了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！上了热搜又怎么样？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运动员，难不成你还想让他们当网红啊？又在这装模作样。我跟你说，老梁，这不是一件坏事。领导已经表态了，你进屋，我跟你说。走。领导说了，我们的队员能受到外界关注是好事。一来呢是了解一下我们，二来呢能够激起大众对我们游泳运动的热情，对我们后续的人才选拔工作是有利的。好，所以领导们的意思是，给他们接了一个直播，希望他们大大的宣传游泳运动。职业游泳运动员去搞直播干什么？这不但会让他们分心，你让观众看到了，也会说他们不务正业的。老梁啊，你这思想有点落伍了。现在什么时代啊？5G 时代啊，跟我们那时候可是大大不一样了。直播间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可以宣传一下他们自己，啊，对老百姓呢，可以来说，让专业运动员给他们普及一下游泳知识，受益匪浅的。哎，往大了说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啊！哎呦，是啊，大事儿啊啊！哎，这我的地儿，坐那边去。好，给你，你赶紧表个态。你说的观点我同意啊，但是我本人呢，对这个事情持保留意见。毕竟运动员他不是明星啊，没必要去场面上做那些文章吧？啊，扎扎实实提升自己专业能力才是正经事儿，对吧？再说了，比赛在即，收心要紧。还是全力以赴准备游泳冠军赛吧。我当然知道比赛的重要性，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转达一下领导的意见，跟你知会一声。搞直播。阿爹，这老谷是吃错药了吗？他脑子怎么想的？他怎么会想着让这4个运动员去参加什么直播呀？啊？不是，校长怎么也会同意呢？这不胡闹吗？这挺正常的呀，运动员嘛，被大家熟知，大家喜欢他，这是好事儿，对吧？你不用那么紧张，你说呢？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个年纪名利双收，对他们来说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我最担心，他们搞这件事情把心搞散了，就不好好训练了，以后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老梁，没那么严重。本身这次活动就是在学校参与陪同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又不是让他们自己私下去接广告。你紧张啥呀？这样下去真的太危险了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啊，我会把关的，放心。红光，什么事儿啊？过两天学校安排你们几个人做直播采访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我呢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，别飘啊！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训练和比赛，千万别被其他事情分了心。我无所谓的，
这不是学校安排的吗？我不参加也行。你有这个态度，我就放心了。然后呢？没了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等会儿没了，过会儿去我办公室写发言稿，等你啊。不是，什么稿？发言稿？什么玩意儿？一会儿进去啊，咱们先拍个全景，然后呢再看看他，再拍他一个人，啊，这样的话。胡景天，顾丽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学校拜托我们来给你们拍 vlog。那我觉得吧，你拍 vlog，那你就得帮我拍帅点，毕竟我平时我就是很帅的。哎，给我，来吧，给你摆个姿势啊，拍吧 vlog。可是我们拍的内容是自我介绍。啊？自我介绍？啊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我自我介绍。我叫胡景天，我就爱运动。我的爱好呢，就是喜欢看小说，吃好吃的，然后游泳、打篮球，对，打篮球，然后和兄弟一起玩。哎，还爱吹牛？别的不，什么爱吹牛？就是，哎，吹牛。行，我说完了，就这些差不多。教练，教练，你在吗？哪儿去了？都到了。教练，正好，你们几个来看看这个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可是学校领导意思啊。好，来吧，来看看。你们几个人赶紧抽空把这个发言词写一下啊。来，教练，走。这啥呀？这是？那我们谁写啊？你来。啊？欢迎你们几个，站住！
注意离心，调整呼吸。5号，你肩上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。司仪掌握好，量力而行。好。教练来了。教练来了。我再练一遍。教练，来，教练，跟你们说个事儿。上级主管部门为这次东方游泳冠军赛设置了为期2天的体能竞赛。根据比赛的规程，只有进入前8名的才可以参加总决赛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现在训练的项目，直接影响到你们的排位名次。另外我还补充一点啊，这次的游泳冠军赛也是亚运会的选拔赛，国家游泳队的领导们对这次比赛非常重视。包括国家队主教练高宠在内的一众国家队教练们，都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。所以，你们当中如果有谁靠自己的真本事拿下了冠军赛的第1、第2名，就有可能被国家队看中，直接提拔进国家队。所以，小伙们，加油！努力吧！加油！一站在属于我的跑道，等待冲刺信号，会把我每分每秒。面对太多期许的秋雨，陪我休休，因为我是你啊，体力这么差。坚持坚持，别让能力那么差，练练心肺。已经准备好，我知道踏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，烈日或冰雪风霜，从来不曾惧怕。收起了紧张和骄傲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荣耀，破除吧无可阻挡，已经展开翅膀，起飞，8舍万里都不累，新的目标让我追，伤痛汗水都无畏，准备，对手是谁都奉陪，字典里没有后退，正在奔赴未来，跨越一切。不必准备华丽的口号，该让热血燃烧，挥向海浪惊涛。平凡渺小，但胸怀希望，将回忆来曙光，和全世界拥抱。已经准备好，我知道踏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，烈日或冰雪风霜，从来不曾惧怕。收起了紧张和骄傲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荣耀，破除吧无可阻挡，已经展开翅膀，起飞，8舍万里都不累，新的目标让我追，伤痛汗水都无畏，起飞，8舍万里都不累，新的目标让我追，伤痛汗水都无畏，准备，对手是谁都奉陪，字典里没有后退，正
说是谁都奉陪，字典里没有后退，正在奔赴未来，跨越一切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谢谢你啊。嗨，我就是顺路，偶遇偶遇。走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不回宿舍？哦，不回了，你先走吧，拜拜。好。你说我不想拿第一、第二名，那肯定是假的，我肯定想赢啊。但是提起国家队，我是真的提不起劲儿。对啊，我都能想象到，如果我到他眼皮底下，他会怎样挑我的刺儿。没错，和国家队相比，省队简直是天堂。我真的好矛盾啊，不想离开这里。好吧，为了你这个坚强的后盾，我就再努力一次。终于到了出发前往参加游泳冠军赛比赛的这一天，说不紧张是假的，但我相信，经过这段时间的高强度训练，战胜王继飞他们，取得一个好的名次，还是有一定把握的。而我呢，想冲刺梦寐以求的金牌。我们4个也好久不见了吧？我们4个是好久不见了，但是我们3个确实是经常见面的。某些人就是特立独行。哎，老谷，你这话里有话呀！你是说谁不合群呢？某些人已经听出来了啊。好了，行了，你们2个要拌嘴，回省队去办。不瞒大家说啊，最近国家队队伍还缺人。哎，你们省队怎么样？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一下？哎呀，我们队太有了。我们现在省队除了之前发挥一直非常好的吴昊、高峰，你儿子，还有就是前几个月刚刚选拔进我们省队的周瑜、胡景天，这都是非常好的苗子。这吴昊最近比较稳定。等到比赛以后再说吧。哎，海波，你这除了季飞，还有其他的队员吗？队里倒是有几个速度快的，但大赛经验不足，看来还要多练练。高峰状态怎么样？高峰上次比赛失利之后，最近的心态调整得不错，我相信接下来再有比赛应该没有问题。我还是比较担心他呀。操心儿子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
每次比赛前，我都能感觉到高峰一种很紧张的情绪。我想，这可能和高叔叔从小到大对他的要求太高，期待值太高有关。我很理解他，我相信高峰绝对有进国家队的实力。我很期待可以和他一直并肩前行。酒店还行。咋了，浩哥？啊，没事。我先去洗个澡。哦，行。真没事吧？我真没事儿，放心吧。第4棒周瑜抢跳了，功亏一篑啊！谁啊？这周瑜真是不行，老是抢跳，这接力赛成绩全被他耽误了。不能抢跳，不抢跳有这么难吗？并不代表你在起跳的时候要比别人慢。听着响声然后跳出来。我再这样下去，接力赛就会被你抢。这门砸坏了可是要钱的。怎么是你啊？周瑜，这里是酒店，不是酒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就是输给我好几次的人吗？收点功德，行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人可真没有音乐品味啊！
哎，哎，今天啊，刚才小组赛你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我当然厉害。啊，那就行。干嘛呢你们？哎，浩哥，你测的咋样？这叫什么话？当然过了，能给你们拖后腿吗？我就有点担心你肩膀的问题。哎，这话以后别说了啊，肩膀好得很。行行行，不提。这段时间的高强度训练，我们成绩也提高不少。待会儿第1名肯定是我们的。当然啊。别自恋了，真不害臊。走吧，看看成绩去。走呗。没想到王继飞入场能力也这么强。他强归他强，那前10我们不也在吗？那峰哥还第2名呢。虽然对手很强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拼尽全力，还是赢的几率很大的。而且，他强是他的事情，接力赛可是4个人的事情。我有信心。那我有信心，谁没信心啊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走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现在看到的是第21届东方游泳冠军赛的预选赛现场。本场比赛呢，来自南湖省的王继飞一定会毫无悬念地通过预选。之江队的小将高峰，以他之前在比赛中的出色成绩和表现来看，一定也会顺利晋级。只是这2位老对手再次在赛场狭路相逢，是这场比赛的看点。却已不再是少年，就算大海是无限。现在可以看到，所有的队员们都已经上场做起了准备活动，让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比赛。广阔的天，看起来高峰非常的活跃啊！天早成熟给昨天的疲倦，别再没好，可以看到镜头给到了王继飞。准备得非常充分。好，比赛即将开始。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。明天。现场的观众们都在积极地等待比赛开始的这一刻啊！在迷茫。好了，比赛开始。王继飞的跳水出发非常的漂亮，已经拉开了与其他对手的距离。王继飞速度非常的快，不知能否保持到后半程。高峰，我们看到高峰上来了啊！高峰可以说是非常用力的在游，可以看到他马上就要超越王继飞了。好，已经超越王继飞，能否保持？离终点越来越近。保持住节奏。恭喜高峰成为了预选赛的小组第1。王继飞的实力显然有所保留，获得了第2，这样2人就轻松通过了预选赛。速度非常的快啊，遥遥领先于其他人。想去的终点，像飞鸟冲破风暴，永不停歇。在心间。高峰预选赛怎么拼得这么狠呢？高峰只是跟平时的成绩没什么两样，只是王继飞应该是有所保留。在这组小组预选赛当中，来自枝江省的周瑜也是本次媒体关注的焦点。听说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抢跳的问题，希望这次冠军赛的比赛现场他已经克服了之前的问题。周瑜应该在预选赛阶段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他能否闯入前8强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选手们各就各位。选手们就位。Take you mark。就位。
开始。明显可以看到小将周瑜啊，由于之前的抢跳问题，今天他选择了晚跳来应对自己的抢跳。开局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优势，但是周瑜落水后的速度非常快啊！哦，现在他已经追上来了。周瑜已经来到了第2的位置，看看他能否把这个位置保留到最后。节奏不错。可以看出，场上所有队员的速度都提起来了。能否保持住？周瑜开启了最后的冲刺。节奏提起来了。最后10米，5米，漂亮！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周瑜应该是小组第2的成绩。周瑜啊，起跳还是个大问题。他如果能克服这个问题，成绩还能再提高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季飞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当然在这儿了。你有空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有空吗？采访你几个问题。别人没有，你当然有啊。行，那我开始了。在接下来的200米自由泳比赛中，你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吗？我觉得根本不需要调整，因为冠军就是我的。那在决赛中，有哪位对手会让你感到压力呢？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根本不需要调整，因为冠军就是我。口气不小，必须赢他。行，我批准你走了，走吧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后面还有比赛。好。顾里，你怎么这么跟人说话？好厉害啊！我之前采访过他。我们去采访一下那边的队伍吧。走吧，咱们。行。教练早。哎，啊吴昊呢？哦，他说他回房间了，让我给他烧点吃的上去。他怎么样？他看起来没问题啊，咋了，主任？我有点担心他的肩伤。他没说他不舒服。这样吧，我时刻关注他的情况，只要他一有情况，我马上向你汇报。好，好，教练再见。不是，浩哥，你咋还在练呢？你昨天才比完赛，你得留点体力，下午还得比。我自己的体力我自己知道，你放心吧。不行，我这放心不了。我跟你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必须得保存体力。没事的。不行，我真放心不了。你真不行，你别以为我没看到啊！你的那箱子里全是那个肩伤贴，肩伤那么容易复发，你再练下去，我就举报吴教练。行了，起来了。行，我先吃饭，再服药总可以了吧？对，你先吃饭。
帮你拆。你看水果，还挺丰盛啊。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比赛是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单人项目总决赛。冰冰，比赛要开始了。经过前几天的激烈比拼，很多优秀队员遗憾离场，比如备受期待的老将吴昊，因为肩伤复发无缘前8强。不过好在他本身就是从国家队回枝江队休养，也许后面的接力赛，枝江队的教练们会考虑让他继续参加。本场比赛最有意思的还是枝江队的高峰、周瑜与南湖省王继飞之间的对决，他们在总决赛都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让我们马上来看比赛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选手们都已经上场了。选手们都在进行着热身运动。王继飞看起来信心满满。希望周瑜起跳千万别晚了。不用担心。周瑜和高峰看起来状态也不错。不知道这场比赛冠军会花落谁家呢？选手们即将就位。今天来看这场比赛的观众数量是非常之多，看来观众们也都非常期待比赛的结果。好了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了，开始了。Take you mark， 热血喷张的我。好，比赛开始。哇，王继飞的入水起跳依旧非常漂亮，在水中也是火力全开，无人能敌。高峰紧随其后。周瑜还和预选赛一样，选择晚跳来克服抢跳风险。周瑜以这样的方式来克服抢跳，真的很吃亏。好在他目前在水里的速度惊人的好。我们看到其他选手也都在齐头并进。周瑜突然加速，灯闪亮，抬头望，有一种力量，守住过往，越过阻挡，也曾经。周瑜这个时候加速，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啊！不知道能否坚持到最后呢？好，看一下这个转身。王继飞的转身速度非常之快，依旧保持着领先的地位。其他选手们要加油了！比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。站在欢呼中默默地等待着，眼神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？周瑜和王继飞就差了半个头，今天3位选手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。现在是最后的冲刺。快！最后10米，王继飞还是王继飞，王继飞第1，周瑜第2，高峰第3。其他选手让我们关注电子比分牌。
不就是才拿个第2吗？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你们不知道，他刚进泳队没多久，站上第2了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走，我们下去看一看。两位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好。周瑜，出发反应有点慢啊，游的倒还挺不错的。要不要把我的歌单介绍给你啊？你别得意，我比你差了没多少。真的吗？